Hot Toys 稻草人2.0操縱恐懼嘅瘋狂蝙蝠俠反派，首個奧斯卡影帝 Cillian Murphy 真人頭雕，大量有趣嘅新配件，我哋一齊嚟進入今日嘅玩具開箱時間。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今日要嚟開箱嘅就係呢一盒 Hot Toys MMS 801蝙蝠俠合影之謎嘅稻草人2.0啊。首先今次嘅外盒同過去嘅幾個作品一樣揀咗一個黑白嘅封面啦，然後就係一個稻草人嘅樣啦，同埋一啲蝙蝠喺側邊飛咁樣。比較值得留意嘅係今次開訂時候用嘅 title 係 Batman Begins， 但係今次而家呢一個外盒上面就寫住係 The Dark Knight Trilogy。呢個情況同之前 DX19 非常之相似嘅。咁我唔知道究竟呢一樣嘢對於呢一個玩具會有啲咩影響，因為稻草人呢一個角色喺3部曲裏面都有出場過嘅。不過好明顯今日呢一隻作品其實應該係100% 都主要係建基喺呢一個第一集電影裏面登場嘅造型噶啦。打開之後，表面呢一層就係佢嘅手型同埋一啲小配件啦。反轉佢底下嘅部分會有今次一個背景卡紙嘅。打開之後上面會有佢嘅本體，另外嘅2個頭雕同埋一個空心嘅麻布面具配件，然後可以睇得出地台拆成咗2個部分，收埋喺人偶嘅下面。服裝部分，今次着住一套深灰色西裝套裝，內搭一件白色直紋恤衫，有深藍色呔、皮帶、黑皮鞋同埋黑色襪嘅細節。另外有一隻黑色錶帶嘅銀色手錶，要自行去安裝到去佢嘅左手上面。手錶呢一個細節捕捉得幾好嘅，因為喺電影裏面手錶出現嘅畫面都係一瞬即逝，好容易就會睇漏眼。深藍色呔有一種偏織嘅質感啦，咁同電影裏面嘅款式完全一致。裏面有一粒磁鐵會吸到佢身上面，令到呢條呔保持貼服。整套西裝一出盒嘅狀態已經係非常筆直整齊，唔太需要再自行打理嘅。上半身嘅服裝唔多皺褶，褲嘅位置會有少少皺起，但係都係非常自然嘅。身形方面，呢一隻 figure 一開盒俾我嘅初印象上半身視覺上略過於壯健嘅，身形太厚太橫。多得 Jonathan Crane 呢一個角色俾我嘅印象係比較瘦嘅，畢竟佢係稻草人啊嘛。但係其實同 Batman 或者係其他3部曲嘅奸角 figure 比較呢一隻嘅身高又比較矮小，角色之間嘅體型身高差距合理。而家呢一個素體摸落去其實底下仲有好多空間嘅，所以我認為素體選擇係恰當嘅，只係可能服裝疊起嚟之後厚度多咗，反而係頭雕如果安裝好插到底嘅話我認為有少少縮頸嘅感覺，唔將個頭雕插到最底，而係去到某一個合適嘅高度，露出多少少嘅頸部，我認為會更加貼近電影裏面嘅感覺，頭肩比例視覺上亦都更加靚。我發現我近期玩過嘅幾隻 Hot Toys 都有呢一個設定頭雕高度嘅問題，佢哋似乎至今仍然未留意到呢一個問題，或者係佢哋仲未揾到一個完美嘅解決方法。頭雕部分呢一個係 Hot Toys首個演員 Cillian Murphy 嘅真人頭雕，呢一個頭雕做得算係非常優秀嘅。表情方面選擇咗一個平靜嘅表情，呢個表情對於呢一個角色嚟講係冇問題嘅，有捕捉到演員深邃嘅五官、瘦削嘅面型、帶點厚度嘅嘴唇。髮型部分做咗一個分成2邊嘅劉海，亦都係準確嘅。眼睛部分又做到演員冰藍色嘅瞳孔，但係我略嫌就唔夠淺色，仲可以再淺色少少，但係問題都唔大嘅。整個頭雕我唯一唔中意嘅就係腮紅嘅顏色太過紅潤，令到佢整體有一種血氣好好嘅感覺。我覺得以呢一個角色同埋呢套西裝造型登場嘅畫面嚟講膚色可以再蒼白少少都冇問題。呢一個頭雕具備可動眼球功能，咁俾2秒時間大家睇下，你搵唔搵到分件個位置出嚟？係隱藏得非常非常好同埋自然嘅。另外有一副角色標誌性嘅銀框眼鏡，牌子型號係 Arling Mickley Titan A0304， 眼鏡款式做得非常準確，戴到去頭雕上面之後呢一個角色嗰種斯文敗類心理變態感覺即刻出晒嚟。當初呢一副眼鏡揀得真係好啊！然後仲有2款麻布頭套面具頭雕可以替換，呢2個頭雕共用一個頸部，2個頭雕都有可動眼球。安裝嘅時候又係啦，我唔太中意將佢裝到底嘅，一來會有少少縮頸嘅感覺，二來今次頭雕嘅邊緣會有啲太過壓住佢西裝嘅領。呢一個頭雕整體主要都係膠件嚟嘅，佢有一個成結嘅結嘅位置係膠件，下面伸出嚟嘅2條麻繩係真正嘅繩，提升咗少少嘅象真度。整個頭套有好多好立體嘅縫線細節，麻布嗰種粗糙感同埋陰影上色嘅處理都係做得非常之好嘅。背面會露出少少嘅頭髮，同埋仔細睇會有2個少少嘅金屬扣嘅細節。另外有一款中咗恐懼毒氣之後嘅惡夢造型，面具上面嘅縫線幻化成咗活生生嘅蛆蟲，所有嘅蛆蟲上面都搽咗少少嘅光油，望落去好似好濕滑咁樣，極度嘔心嘅，成功咁樣觸發咗我嘅密集恐懼症。
嘴巴部分上色同上一個頭雕咧會有少少嘅唔同，除此以外咧兩個頭雕嘅其他部分都係大致相同嘅。配件方面，首先有一個空心嘅麻布頭套，呢一個頭套咧係一整件嘅膠件，佢嘅形狀比起剛才嘅兩個頭雕咧會再扁少少。除此以外咧，頭套嘅其他工藝咧都係同頭雕完全一樣嘅，佢嘅裏面咧就真係好老老實實咁樣咧就做咗一個空心。其實咧呢一個頭套喺電影裏面嘅作用咧就係一個防毒面具嚟嘅。雖然電影裏面冇一個好全面、好清楚嘅畫面，但係如果呢一度 Hot Toys 喺頭套裏面加翻少少防毒過濾裝置嘅細節咧，咁相信會令玩家留低好深刻嘅印象嘅。另外咧有一張訪客證，呢一個訪客證咧可以夾到去佢左胸嘅袋上面，夾上去之後咧係好穩嘅。佢嘅款式咧做得非常之準確，咁就係電影裏面其中一幕稻草人去探監嘅時候戴過嘅。另外有一個電筒同埋一個銀色嘅打火機，兩樣嘢咧都係喺奈何島上面同蝙蝠俠初次交鋒嘅時候用過嘅。兩個配件嘅設計都好簡單，冇任何發光嘅功能。然後就係一個放毒器同埋一個毒煙嘅特效件。放毒器嘅構造咧係一個銀色嘅裝置，連住一條薄ít ít嘅黑色橡筋。裝置上面有兩條透明管，另外咧有連接住一條黑色有少少彈性嘅橡皮管，一路連接到去一個黑色嘅噴射口上面。安裝方法咧就係要先拆走佢嘅手型，除低佢嘅西裝外套，然後咧從腳下面咧咁樣套上去，再將嗰個噴射口咧套到去手腕上面。咁嗰條黑色嘅橡皮管咧你就要自己走線啦。然後呢一個毒煙特效件咧佢係一個透光件嚟嘅，佢好巧妙咁樣被設計成咗一個爪嘅形狀。安裝嘅方法咧就係將佢扣到去手腕上面，然後再裝上手型就可以噶啦。另外咧毒煙特效件上面咧做咗一個窿，如果你對得準佢嘅位置咧，你可以將佢插到去噴射口上面。但係老實講咧，其實插唔到咧都唔緊要嘅，因為佢係靠個手腕去食力，而唔係靠個噴射口去食力。扣住佢嘅手腕咧，理論上已經係足夠穩固噶啦。玩完之後我嘅感想就係咧，我覺得放毒器呢樣嘢咧，其實係冇乜必要要我哋自己安裝嘅。我覺得可以預先幫我哋安裝好。喺電影裏面，稻草人佢經常都有意無意咁將佢嘅西裝外套合埋，就係咧要令你哋冇辦法可以判斷佢此時此刻身上面有冇裝到放毒器啊。所以一直裝個放毒器喺身上面咧，我覺得冇咩問題嘅。反而今次呢件西裝打理得咁整齊，為咗帶上呢個放毒器咧，要我哋除一次着一次佢嘅西裝外套，咁有機會咧搞到巢晒，對新手玩家嚟講咧就唔係好友善。呢一個穿着西裝外套嘅步驟，我認為係可以避免嘅。但係我又諗到點解 Hot Toys 唔幫我哋裝好佢呢？一來可能長期裝喺身上面怕會有適宜，另外咧就係今次俾咗一個公事包嘅配件，可能佢哋打算咧放毒器可以俾我哋夾埋個公事包嚟玩。呢一個咧係一個黑色帶有銀邊嘅公事包，同電影裏面嘅款式咧可以話係完全一樣，係稻草人佢用嚟收納放毒器同埋面具嘅一個工具嚟嘅。手把位置咧有一個關節，上面銀色鎖扣、銀色鉸鏈嘅細節都有做到足。打開之後咧，一邊係仿一啲內部嘅隔層，另一邊咧會有3個格仔，底下咧又鋪到一層嘅海綿。咁你咧就可以夾埋頭先所有嘅配件咧，當係一個擺設咁樣嚟玩啦。呢一個公事包咧係做得幾唔錯嘅。最後今次嘅地台咧係一個城市下水道情景地台，咁形容得幾好嘅，因為稻草人喺電影裏面咧就想利用城市下水道咧去投毒。不過咧呢一個咧其實係重套咗以前夜魔俠嘅地台，下面改咗4隻腳去墊高佢，用起嚟方便咗少少，夾埋個背景板咧整體叫做可以接受啦。最後嚟講講我對呢隻產品嘅少少意見。首先喺電影裏面呢一個角色咧一共着過4套唔同嘅西裝，前2套咧唔太重要嘅，後面2套咧分別就係佢中期同埋後期着過嘅款式。Hot Toys 今次咧就揀咗最後1套嘅西裝造型嚟做，但係其實佢探監同埋佢喺奈何島同蝙蝠俠初次交鋒嘅時候咧，都係中期呢一個西裝外套底下有黑色 V 領冷衫，帶住銀灰色 tie 嘅造型嚟嘅。所以而家呢一個造型掛上個訪客證，其實係完全唔 movie accurate 嘅，令到我咧有少少強迫症發作。但係我相信咧 Hot Toys 絕對係冇可能冇考慮過呢一點，所以我認為 Hot Toys 一開始想做嘅咧就係呢一個帶有放毒器嘅造型。嗰啲咩訪客證啊、電筒啊、打火機啊，你哋就一路當係一啲額外俾你哋玩埋 bonus 嘅配件啦。但係如果按照呢一個思路咧，我就認為今次咧冇理由唔俾埋嗰件阿卡漢瘋人院嘅驅速衣嘅。今次呢個產品咧叫做稻草人 2.0， 因為喺2010年 Hot Toys 10周年紀念嘅時候咧就出過 MMS 140，一個稻草人同埋蝙蝠俠惡魔嘅套裝。當時稻草人咧有一件可以除落嚟嘅瘋人院驅速衣，所以咧可以玩到2個造型。同今日嘅產品比較，當然今日嘅產品絕對係完勝嘅大升級啦。今次嘅整體做工、3頭雕嘅配置同埋一堆嘅新配件咧，絕對係贏晒嘅。但係今次冇俾到呢一件瘋人院嘅驅速衣咧，係大扣分嘅。Christopher Nolan Batman 3部曲其中一個最受讚嘆嘅地方咧，就係佢將漫畫裏面荒誕離奇嘅角色設計，盡量用寫實嘅方式轉變成真人版。漫畫裏面稻草人就真係一個好邪惡嘅稻草人造型，電影裏面我認為係去到着上咗呢一件解開咗嘅瘋人院驅速衣，配搭上佢嘅麻布頭套，佢整個稻草人嘅形象咧先至係完整，先至係最致敬漫畫嘅。所以今次升級嘅 2.0 少咗一個舊版有嘅關鍵服裝，我覺得今次嘅產品咧係差呢一步咧先至完美嘅。好啦，如果睇到嚟呢一度中意我呢條片嘅朋友咧，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呢一個頻道啦。我哋即刻進入擺 pose 環節。
如果你有收集開 The Dark Knight 系列嘅 Hot Toys 嘅話咧，今日呢隻產品咧都可以話係絕對唔可以錯過噶啦。縱觀整個系列嚟講咧，佢都算係當中非常突出嘅一個。佢嘅預定價錢係港幣1730，首個 Cillian Murphy 嘅真人頭雕，3頭雕嘅配置，一堆實用嘅配件，呢個價錢抵玩啦。而且佢喺市面上咧都冇任何嘅競爭品噶啦。我哋頻道俾呢隻 Hot Toys 嘅評級落喺我哋頻道4個評級裏面排行第2嘅推薦佳品嘅頂點。好啦，今日呢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如果中意今日呢條片嘅朋友咧，就記得一定要讚好同埋訂閱我個頻道，撳埋個鐘仔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喺我嘅 Instagram 上面咧會有更加多唔同形式嘅玩具情報同埋玩具開箱嘅。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